再生人啊，涨我管理费150块，啥个意思讲？今朝再忙还要来闷闷清爽。今年办了一个金葵花卡，办的时候也没跟我讲要收150块钱的手续费的。金卡也不收费了，给你画个金卡。哎，好150块，整个退休工资3600，简直是抠住了剥皮。据说再生人啊，人均收入58万，估计收入还上不得来个。希望你到该事业单位退休的人都不保。别个为算喊牛气马把牛子花呗，150块啊，你总算退资本了。现在种社会，拿着岁数硬上。四百讲168，嘎子12天一来个只。买10只老毛头，10只菜毛头，20只牛肉糍粑。那一天退休工资抽他，你要晓得，我今朝赚上150块洋钿。你哪不该把警察叔叔干？哼，谁说我真的赚上，外父还得干不起。搿点警察叔叔退休工资单上个数字，有句话侪是你企业退休工人辣网高浪个肉。谢谢小队姐姐，2只牛肉鸡包收到了。连运费赚了100块，你转一转拨我。我以为侬送拨我了。我前年多趟也不送拨你。做啥？啥人喊你派出所退休了？小红书